Every day I want your touch in every way. I can't give it up. Anything just to feel the rush. This just ain't enough. Oh, we be my ride or die. Oh, we can do this every night. Oh, yeah. Will you be my ride or die?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榮珠嘅 channel 啊！每年一次嘅台灣之旅呢又到啦喎，如標題所講呢，今次我哋就會飛去澎湖度玩下。而香港飛澎湖呢就冇直航嘅飛機，需要去到台灣之後呢再轉乘內航。而高雄機場嘅內航線呢，需要上返去上一層嘅離境層，然之後向左手邊沿住天橋直行就會到㗎啦。而內航嘅航空公司呢，都有以下幾個唔同嘅選擇，分別有立榮航空、德安航空，同埋大家最熟悉嘅華順航空。內航線呢，每個鐘都會有飛機飛去澎湖，只要就啱航班時間，預先喺官網度買定內航線嘅機票，就非常之方便啦。而內航線呢，只需要提早1個鐘頭 check in 同埋寄行李，而安檢呢亦都相對比較簡單。大家有冇發現呢？內航線嘅飛機係呢種螺旋槳嘅機型嚟㗎，小妹都係第一次坐呢隻機型嘅飛機啫。講咗咁耐，大家又知唔知澎湖喺台灣嘅邊一個方向呢？噔噔噔噔，冇錯啦，澎湖就喺台灣嘅西面啦。今次我哋揀咗由高雄轉機過去澎湖。當然啦，台中啊、台北啊都有好多內航線可以飛去澎湖嘅，不過時間上呢就會有少少唔同啦。如地圖所見呢，澎湖係由90個大細不一嘅島嶼所組成，亦稱為澎湖列島，總面積呢約為128平方公里，亦都係台灣第一大嘅離島群。因為時間有限啊，今次呢我哋計劃淨係停留喺澎湖嘅本島度玩。因為本島上嘅陸地呢都係相連嘅，地方又唔係太大喎，所以呢建議自駕遊呢就比較舒服同埋方便啦。當然啦，另一種玩法呢，你可以報當地嘅 tour 出海跳島嘅。先介紹一下我哋今次入住嘅飯店，就係長春大飯店啦。唔好以為個名咁老土啊，裡面就一定殘舊舊先得㗎。佢哋喺2024年時候呢，就已經翻新過全部房間㗎啦。睇下而家翻新完之後幾靚幾舒服。缺點就係呢，隔音比較差，check out 嘅時間呢又太早咯喎，希望酒店可以改善一下啦。哇，勁好天，出嚟極巨好天，勁晒澎湖。放低行李之後啊，梗係即刻要去租返部車仔先啦。其實澎湖周街呢都揾到租車嘅地方，最方便呢就梗係喺機場一出嚟租車同埋還車啦。至於而家我哋租緊嘅車型呢，就大約係1800蚊台幣一日。第一站我哋先去咗澎湖好出名嘅摩西分海，但留意返啊，出發之前呢，記得睇清楚潮汐漲退嘅時間，因為由開始分海到人可以落海行啊，都大約可能要相差1個鐘頭嘅時間。好難行，哇頂！行有啲線啊，大佬，哇真係線㗎，點會唔會啊？師傅，地下好線㗎。唔係，你試下打大赤腳行啦，你除咗一條拖鞋，你腳底我話知，而家即刻做埋個腳底按摩。咁你呢，今晚就唔使去揾人腳底按摩啦。得。會不會有些海洋生物來不及走就卡在這邊？哇！呢個角度影得你好似好靚仔喎，呢度有啲光。好線啊，陳師傅。
晚餐我哋嚟到漁翁海鮮小吃。嚟到澎湖，梗係要試下當地最出名嘅金瓜米粉啦。金瓜意思即係南瓜，除此之外呢，仲加咗海鮮同埋肉碎。哇！啲米粉咁幼嘅呢度啲米粉，這跟你們香港嘅粉絲不一樣。佢連香港粉絲都比佢粗，佢好幼啊！呢個好濃郁啊！啲味。對嘅嘛。佢話魷魚同埋嗰個呢個金瓜米粉係最好食，呢個牛麻麻地喎。冇乜沙茶醬味。我煮好過。反而佢最惹味係個魷魚最惹味咯。我煮好過。呢個就清爽我覺得，都入味嘅，但係。煮過時。你睇佢啲南瓜勁乾，一啲都唔濕到佢炒出嚟。個米粉係都算叫做乾身嘅。呢個魷魚同呢個米粉係好食。呢個唔建議。晚餐之後又點少得甜品呢？肉罐嫩仙草又係一間嚟到澎湖必食嘅。除咗仙草之外呢，佢哋仲有刨冰同埋茶飲。每款種類唔算太多選擇，但志在精啊嘛，每一樣嘢望落去都好吸引啊！順帶一提喎，如果你經過佢門口見到好多人呢，唔使驚，因為佢人流速度好快，等一陣呢就輪到你㗎啦。佢唔好鹽嘅喎，好食喎。我有可能糖漿係鹹，你又撈一撈。你要撈，佢好似小甜嗰個寫住，佢間鋪頭係咩？低糖喎。咁得啦。佢唔係好凍嘅，同埋佢啲紅豆好食啊，我覺得。佢唔甜啊，最緊要，同埋佢豆有豆嘅香味，涼粉有涼粉嘅香味，全部嘢都有自己嘅香味，好食。我本來純粹想分享下，頭先喺 Family Mart 全家買早餐175塊，買了多少？什麼東西？一個兩個包，兩個漢堡，兩個丁丁漢堡，然後一個火腿，那個是什麼？熱狗腸，2顆茶葉蛋。哇！香港光是那個丁丁包已經是20來塊港幣一顆，現在是20來塊，現在是多少？每人差不多20來塊。也是有包有腸，還有那個茶葉蛋。阿勇少推介話好味嘅，佢唔係唔好味，但係唔啱我口味。我唔中意個茶底，我唔中意茶底嗰個後面嗰個香咧，佢唔係淨係茶香，硬係覺得個茶香好濃郁同埋好怪啊！後面嗰個茶，有種攻鼻嘅感覺，我唔明點解會咁。我未試過飲茶係飲到呢種咁怪嘅攻鼻。食飽早餐之後呢，我哋又繼續出發啦。今次我哋計劃由最遠嘅西嶼一路玩返去市區，車程大約40至50分鐘。第一站嚟到外安小希臘涼亭同三仙塔。點解叫做小希臘呢？因為喺山崖嘅高處呢，俯瞰外安漁村藍天白亞嘅建築，仿似置身希臘嘅小島。向入行過少少呢，就係三仙塔嘅位置啦。呢個偽小希臘。延長男生壽命，縮短女生壽命，讓他們騎獸。這樣的，騎獸為什麼要縮短女生的壽命呢？因為男生壽命比較短。
喺三仙塔嘅隔離呢，仲有歷史戰地遺跡愛安地下碉堡。遺跡上呢，仲可以見到當時清晰嘅軍營官舍結構。即使而家呢，只剩低殘破嘅遺跡，但你依然可以體驗一下軍事廢墟嘅探險樂趣。第二站我哋嚟到義磡村，係於國民90年經由台灣內政部指定成為嘅第一個國內傳統聚落保存區，裡面由各種小型展覽館、常民生活館同埋潮間帶社區博物館等組成。義磡村位於保安鄉澤湖村，係台灣保存最完整嘅閩南傳統聚落之一。呢度嘅建築風格除咗融合咗閩南同閩東嘅特色外，仲保留咗獨特嘅石材工藝，展現咗澎湖嘅歷史與文化底蘊。義磡村嘅歷史可以追溯至清朝時期，當時嘅居民多為閩南人，主要從事農業同漁業。隨住時間嘅推移，聚落逐漸發展成澎湖重要嘅村落之一。目前義磡已被列為澎湖縣嘅文化資產，並成為研究澎湖歷史同文化嘅重要場所。應該喺呢個地方是起山㗎。是看台灣人介紹，這邊好吃，我才過來的。但好新鮮喎，魚生真係 OK，即係可能佢喺四面環海嗰度。嚟到澎湖啊，梗係要去下佢哋嘅跨海大橋啦。呢一個已經係第二代嘅跨海大橋嚟㗎啦。第二代跨海大橋喺1984年開始興建，直到1996年完工並且通車至今，曾經係台灣長島之最嘅橋梁。呢個故事就係教訓你，要食早餐就冇瞓懶覺啦。冇啦，人哋賣完閂門。唔食燒餅，我哋咪食其他咯。喺附近揾到一間靚靚地嘅蛋糕店，仲有得點咖啡同埋飲品，仲有位置坐低可以慢慢享用添。可麗露啊，唔係周圍都有嘅喎。係咩？係啊，好難做喎可麗露。可麗露係做到出面係脆，中間係軟嘅，先係最好食。而且佢真係外面好實喎，佢呢個係買咗粒原味。我想而家食啊，但係等緊兩杯嘢飲，咁埋。係乜嘢？西西里檸檬咖啡、山茶初老輕魚，輕魚都幾大嚿魚喎，好味啊！好實。哇，好得意啊！佢又飲到咖啡味，又飲到有檸檬味。有啲澀澀地嘅檸檬皮，對嚟講可能要全糖會好啲。唔係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呢個茶香勁香我覺得，有茶香有奶香。你有冇興趣試呢個？當然要啊，我給錢。哇！哇好硬，搣唔到。好靚啊！裏面，佢出面勁脆，係勁好靚啊！佢原味已經好食我，但係外面真係巨硬，係勁脆口，係我食過最好味嘅，暫時食過最好味嘅可麗露。之後我哋嚟到勇少推介嘅碼頭刀削麵，
佢話佢以前喺澎湖嗰陣時成日都食㗎喎。刀削麵煙韌又有咬口，比起湯煮嘅麵嚟講呢隻炒嘅刀削麵呢真係勁有咬口啊！配上嘅滷味呢都勁入味，勁好味啊！唔怪得食到牙軟都要繼續食啦。食飽飽之後呢，我哋又去咗附近嘅中央街行下。街道嘅建築呢都古色古香，裏面呢隱藏咗好多特色嘅小店同埋餐廳。除此之外呢，你仲可以揾到一啲賣石頭印章嘅鋪頭。話晒岩石都係澎湖最出名嘅其中一個地方㗎嘛，其中最出名嘅就梗係玄武岩啦。襟巴大家喺香港就飲得多啦，但係又有冇人知道佢嘅創始店係響澎湖嘅呢？既然一場嚟到，梗係要打返個卡先啦。但原來創始店其實係冇嗰部最出名嘅5段碎茶機嘅喎。最後臨走前，我哋去埋觀音亭度行下。呢度係今年澎湖煙火節舉行嘅地方，不過我哋嚟到嗰陣時呢，啱啱煙火節已經過咗啦。我哋去到嗰陣時呢，準備緊音樂燈光節。順帶一提啊，澎湖嘅燈光節喺8月29號到11月2號，每晚嘅6點半到10點鐘舉行。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去睇下啦。今次嘅旅程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再玩過啦，拜拜。It feels like an angel straight from heaven, just like my lucky number. I got lost at night, under the stars up in the sky. Directions hard to find, under the stars up in the sky. I got lost at night, under the stars up in the sky. Directions hard to find, under the stars up in the sky.